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6，箴言10章27到28節安尼講：敬畏上主，為加添日子；歹人的年歲，為減少；義人的願望，帶來歡喜；歹人的期待，到尾落空。三甲來祈禱。主啊，你是生命的源頭，你掌管阮一生的年日，你賞賜阮活命的願望甲困難。主啊，你用你的恩典甲憐憫，互阮通得扶持，也互阮佇你的旨意中來經歷你同在的幫讚甲喜樂。主啊，阮要深深獻上阮的懊惱甲感謝。主啊，阮懇求你，使阮健康的身體，喜樂的心靈，互阮通成就你佇阮的生命中的計劃。主啊，阮要專心來敬畏你，就你要加添阮的日子。若是歹人的年歲會減少，因為阮知義人的願望帶來歡喜，歹人的期待到尾落空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感謝主，咱若敬畏伊，伊就要加添咱的年日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